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玩三鐵的普通女生 Amy。距離渣打馬拉松仲有3日，唔知大家準備成點呢？有冇開始緊張啊？咁呢，其實我都有報到呢一場嘅賽事啊，有陣時都會忍唔住去諗，比賽當日落雨點好呢？如果定咗嘅目標到時做唔到啊，會唔會好瘀㗎？甚至乎有身邊嘅朋友同我講，我發夢見俾人塞住咗，跑唔到啊！好多時呢一啲嘅比賽之前啊，咁大腦都會出現好多一啲假象嘅遐想㗎。再加上你對於目標嘅期待啦，怕辜負自己嘅努力啦，種種嘅情緒堆埋一齊啦，唔多唔少都會形成壓力噶。咁我今日呢，特登拍呢個嘅 podcast 啊，希望可以同大家傾下偈啦，緩和下大家喺比賽之前嘅緊張啦，一啲嘅壓力啦，都希望幫到大家嘅。咁首先我想講啦，其實比賽緊張係好正常，真係好正常，千祈唔需要怪自己，甚至其實係一件好事嚟㗎。你適當嘅緊張係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專注，可以令到你更加投入呢一場嘅賽事，令到你比賽之前嘅一啲準備啦，一啲嘅細節啦，會做得更加好嘅。但其實我哋嘅焦慮並非來自呢一啲嘅緊張，而係來自我哋一啲嘅遐想，一啲未知嘅因素啊。我哋就會將呢啲嘅因素放大，又或者逼自己去達成呢一啲嘅 PB， 然後種種嘅嘢都會係形成壓力嘅主要原因啊。例如有啲人會好擔心抽筋，大家如果有準備過、有訓練過嘅，其實你哋對腳已經準備好噶啦，你哋嘅補給啦、你哋嘅鹽丸啦、gel 啦，都已經準備妥當。其實你可以直接跳過呢一個嘅細節，你唔需要諗自己會抽筋，因為當你一諗嘅時候，你嘅腦海只會集中抽筋跑唔完呢一個嘅壞結果。咁我都會有少少嘅想分享。其實我哋需要去學習去區分呢一啲真實嘅問題，定係我哋係幻想出嚟嘅問題呢？你去諗下，當你諗我會抽筋做唔到目標嘅時候，其實呢啲一切都係你嘅幻想。好啦，當我哋搞清楚緊張嘅源頭啦，跟住落嚟嘅，我哋可以嘗試下將自己嘅目標分唔同嘅層次。好多時壓力係來自於必須達成某一個嘅時間、某一個嘅目標。就例如我今次要 PB， 如果唔係就會白費心機。但其實跑馬拉松、參加比賽，好多不確定嘅因素，例如天氣啊、身體狀況啊、賽道啊等等嘅，呢啲一切都會影響結果嘅。我哋唔需要將目標定得太實，而例如今次初馬嘅你哋，你可以嘗試將自己目標分為3層。第一層係理想目標，你嘅目標時間係想4小時內完成嘅。咁當然啦，你係要因應天氣狀況啦，一個好好嘅自己啦，各樣嘢都係非常之完美狀態之下去實現啦。咁第二啦，就係一個保守嘅目標，例如可能係4小時20分，呢個喺你一般狀態下完成，按照自己嘅計劃去進行就 OK 噶啦。第3就係一個底線嘅目標，安全完賽。如果你咁樣定落嚟，就算你嘅目標冇完成，你都唔會因為冇咗 PB 而覺得自己去冇努力啊。將注意力由必須變成盡力就 OK 啦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個心態就會舒服好多嘅。好啦，到最後啦，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啊。喺日本大阪有一間破爛嘅寺廟啦，裏面有一個和尚。有一次突然間有個富豪過嚟同佢傾訴，喺傾訴嘅期間，有隻烏蠅不停圍繞住和尚飛來飛去，而且佢一直咁樣撞牆啊、跌落嚟啊，反反复复咁樣。當初和尚以為佢已經死咗啦，結果佢又再起身繼續撞，繼續撞。和尚就同個富豪講啦：呢一隻烏蠅真係好可憐啊！其實呢個破爛嘅寺廟周圍都係窿同埋爛咗嘅窗，佢其實可以求其揾一個地方都可以飛出去噶，點解依然咁執着同一塊門嗰度撞嚟撞去呢？咁個富豪呢，就同個和尚講啦：你唔係聽緊我傾訴嘅咩？你仲喺度關心隻烏蠅？之後和尚就笑住同富豪講：其實佢同我哋人類一樣噶，只係從一個角度去睇問題。睇件事永遠唔會解決到個方法，你就試下換一個窿捐出去，換個方法去面對，成件事就容易解決啦。
聽完呢個故事，不如我哋一齊提醒下自己，其實賽前嘅緊張就好似隻烏蠅咁，不停咁樣撞埋同一埲牆度，執着於必須達成目標，唔可以出錯。但其實換個角度去諗，比賽嘅意義當然唔係淨係得成績嘅，所有嘅過程都係非常之重要啦。例如你喺個訓練嘅過程，你去跑會或者各種嘅訓練，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，發生咗唔同嘅趣事。其實講真啦，可以去到起跑線，去到起點都真係好犀利噶啦。就算當日跑步甩咗嘅都唔緊要，我哋試下慢慢去欣賞風景咯。到最後啦，大家不如同自己講，我已經訓練得好好噶啦，不妨讚下自己。其實就係幫自己喺一個焦慮裏面揾到個出口，換個角度去睇呢場比賽，就好似和尚所講，唔需要執着於同一個窿，反而我哋可以輕鬆揾到自己嘅節奏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啦，希望你哋都會有所得着啦。希望3日後嘅渣馬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、開開心心完成。好，我哋下次再繼續啦，拜拜。